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回去台东辅选，替党籍立委参选人黄建斌徛台。伊嘛答应讲会争取拍通国道6号，来改善花莲甲台东的交通。国道6号打穿中央山脉进来，就是上花莲下台东，整个东台湾西台湾就连成一条线，只有28公里。我今天从云林开车过来要5个小时，将来我可能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要发财，要赚钱，先修路啊！韩国瑜在国民党无分区立委排头名，当下晡伫咧台东出席3场的竞选活动。伊讲未来会积极争取拍通国道6号28公里长的高速公路，为南投延伸到花莲，加上铁路的路网，互规个地区会当发展起来。那台中市市长罗秀燕嘛去台东替党籍平地原住民立委的参选人黄仁甲伊徛台。